那真好食。咱最主要店里就是三个口味的肉丸啊，等看。你要追，就是有肠啊、人排骨安尼。你拢有。哎，头家娘，我为孙仔开始，这婚姻一百碗嘛是咱管护班的活动啊，大家知影讲啊，有啥物物件会使食啊，足好的，咱岛人都有这好食的肉丸，我先用来食，因为做侪口味要食的。这是笋啊、皮啊、甲肉啊，这肉馅料好食。真的吼，啊，这皮嘛是按家己做嘛？系啊，家己做啊。啊，阮这笋也是用高坑的麻德笋，有甜，哈，真正就好食。这笋啊就甜的，啊皮 Q 的，拢无迄猪肉的迄个臭臭味。香菇南迄种当荔枝，垃圾，香菇垃圾，我拢爱来一寡。你较啥人垃圾？要加香菇垃圾，香菇加垃圾放做伙，所以香菇加香菇垃圾。做侪人客拢安尼讲的，我拢唔敢。这汤最好啉的呢。你食一年会散咯。我感觉啊，要食肉丸爱来店里食，因为以前包登去厝里食，嘿，就是嘛是好食啊，现场食我感觉个口感会较无共款啦。皮足 Q 的，好啊，我即摆买垃圾啊，买食垃圾啊。那真好食。蚵仔切安尼细细地，伊这猪肉配这蚵仔嘛就好食，这三下拢好食。饲甲肉丸。